今日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7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预防发假。发假其实有两方面，一个是好，一个是无好的。好的发假会互食物变做更较可口美味吼，减菜咱帮助咱的身体吼。但是歹的发假，咱台湾话叫做臭酸。耶稣基督用假来譬喻歹的影响。伊用来指明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的负面的影响，或者是另外一个譬喻，会通互咱来类比这个教导，就是讲一个好心屎啦吼，歹了一鼎饭啦吼，歹的影响只要一点点就会规鼎拢歹了了。好，咱亲像菇，咱讲这个菇有食品菇会通食，这个菇嘛有生菇的菇，所以正着安尼前提，咱必须爱先来思考耶稣基督所咧讲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教。今仔日的经文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，到底是指什么？这是咱要来想的一项代志啦吼。咱来先来了解，牧师列出一寡物件放伫个内底吼，互咱来做伙思考吼。遮个人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、撒都该人，也是犹太教的祭司因的问题。第一个有可能真是咱讲掠做家己是义的啦吼。因铁笑这个扣税抽象的祈祷，因感觉因是罪人，伊是足敬虔的吼。因宴谢的时阵，家己去坐大位，结果去互请倒落来。第二个角度，因是假无为善，因穿着真水的外袍，徛伫个路边，互人称安，佮故意大声祈祷，表示家己足虔诚。奉献济，故意要互人知影。第三个，因素行不良，也是讲不义啦吼。因到处作乱，阻挡耶稣传道，佮试探耶稣。今仔日的经文的前提嘛是安尼。再来第四项，因主动得救啦。耶稣捌讲因家己无要入天国。结果嘛无要允准别人入去。第五项，因照刀杀人，借着政治的手段来达到因杀害耶稣的目的。后来嘛用同款的方式来杀保罗，这是圣经明白记载。若圣经无记载，其他顺道者多少少也甲因有关系。因拒绝救恩。基本上，因就是拒绝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。当然，因一方面嘛是骄傲，因青梅咧传路，就是耶稣咧讲的青梅传青梅，这种是歹的影响，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的教。亲像耶稣基督讲的，耶稣就叫众人来对因讲：恁着爱听，也着爱明白。入口的袂当来人散污秽人，出口的也会来污秽人。当这时门徒入来对伊讲，法利赛人听起这个话无不服，伊讲：恁知吗？耶稣回答讲：既然栽种的米，毋是我的爸栽种的，就爱飞出来，厝在因去吧。因是青梅带青梅。青梅带青梅，两个人拢要落到伊坑内底。这是马太福音15章第10节到14节。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，因时常带互周围的人无好的影响，
安尼影响伫厝内教会换常常诚做教会福音的头界。犹太基督徒坚持，互外邦人爱接受即个割礼，诚做教会发展的一个阻碍。这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。保罗传福音拄着外邦的犹太人的阻碍，并且这个陷害保罗，就是因出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也是讲犹太人、犹太教的。前几工咱讲到以色列人的生活，亲像海产树共款，因时常离开上帝正道，过犯罪。那今仔日个士师记的经文，甲咱讲以色列人又搁得罪上帝，因为上帝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7年。这就是上帝借着先知所甲因讲的话，我甲恁讲。我上主是恁的上帝，恁袂当拜原先住伫遮的阿摩利人的神明，但是恁无听我。虽然上帝捌带领以色列人，捌保守以色列人，并且祝福互因有缘受到无好的影响，去拜当地的偶像。这个影响检采是对外面来，咱讲外邦，嘛检采是对内部的这个杂音，诚侪人以色列人的中间一个无好的教。今仔日经文马太福音16章第50到12节所讲的，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，是咧讲因一个错误的信仰的追求。这段经文是根据15章第1节到第4节，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试探耶稣的话，然后耶稣所讲的。因试探耶稣，请耶稣对天顶来施落一个新者互因看，敢若是要耶稣家己证明伊家己安尼吼。但是耶稣讲这是无好的教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人其实是拢总是捌这个上帝启示的人，但是因却用试探的方式，掠做家己袂晓，来要求要看天顶的神者，要爱叫耶稣家己去证明家己。耶稣来回答因讲：暗时的天若发红，恁就讲天要好啊，明仔载就好天啊吼。早起的天若发风佮发雾，恁就讲今仔日一定会有风雨。恁知影分辨天顶的气象，却袂当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者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者，除了用咱的神者以外，无搁再有神者互因。耶稣讲真清楚，因捌，但是调意过。所以咱基督徒爱真细致，咱捌，但是咱毋通调意过，嘛毋通凊彩就受到影响。虽然耶稣所咧讲的这个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，是咧讲到这两种人的影响，但是这两种人所代表的是一个传统。安尼，咱要来想今仔日咱的情景。咱想看卖啊，有甚物代志伫现在，有甚物代志会诚做咱会教，是负面的影响，检采是传统的民间宗教的影响，会袂？当然会啊吼。最近牧师甲听讲，有一个人自称做基督徒啦吼，伊就甲伊的这个无信主、非基督徒的朋友讲吼，圣经讲吼，袂当海葬。无吼，会去惹着水鬼。牧师要讲，牧师无读过即款的经文呢，因为我毋知影伊咧讲圣经讲是倒位来。如果要用土归土这个话来硬拗讲基督徒袂当海葬，迄是真正有问题啊。
事实上，咱受到民间宗教会影响，即种禁忌的影响，其实不离济。另外，伫教会内底，咱嘛受到侪亲像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经学师，也是祭司即种过头保守的传统的限制，这嘛是一种的教。如果咱坚持拔掉伫这个传统的顶端，就会变成东车时的法利赛的主义共款。好，安尼互咱家己来想看卖啊，什么是咱现在咧面对，还是讲爱预防的信仰的教呢？咱做伙来努力。